我愛爸爸#叉燒老爸與他的香港情書。香港的夏天像一碗剛出爐的叉燒飯，空氣裏浮着蜜糖與醬油交融的香氣。我的老豆總愛說，做人就要像茶餐廳的奶茶，表面樸實無華，骨子裏卻要夠茶酒，茶香濃郁得能掛在杯壁，煉奶甜得恰到好處。這個在油麻地街市長大的男人，用他特有的港式浪漫，把對我的愛藏在叮叮車票根、魚蛋竹籤和8號風球裏。7歲那年，老豆帶我去新記冰室食早餐，他把凍檸茶裏的冰塊撈出來，用吸管在玻璃杯上敲出清脆聲響。阿仔，你知唔知點解檸茶要配厚多士？我咬着酥脆的麵包邊搖頭，他神秘一笑，把報紙財經版鋪在膠台布上，因為股票走勢像多士的蜂巢氣孔，檸茶酸味能沖淡熊市的苦澀啊！從那天起，我的數學作業變成計算菠蘿油價格漲幅，幾何提示測量蛋撻塔的傾斜角度。當同學們還在背乘法表時，我已經能從老豆皺成叉燒紋的眉頭，讀懂恒生指數的波動。每個週末的叮叮漫遊是我們的秘密儀式。老豆總要搶到上層車頭的皇帝位，當電車叮叮駛過莊士敦道，他會突然化身導遊。左邊永利街唐樓住過你阿爺做學徒的鐘標行，右邊春園街以前有流動雲吞麵檔。有次我指着金鐘站外的玻璃幕牆問，那些寫字樓裏的人整天在做什麼？他從褲袋掏出半包加頓生命麵包，就像麵包廠的輸送帶，把時間切成一塊塊三文治，白領們就飲着咖啡吞下去。那一刻，夕陽正巧穿透電車的綠色木窗框，在他鬢角的白髮上鍍了層金邊。街市的阿姐們都說老豆是斬價鬼見愁，他能在魚檔前用5分鐘從石斑聊到股票，最後以8折買走2條黃花魚，在菜攤把西洋菜說成為港夜景裏最綠的浪，烘得老闆娘多送把蔥。有次我發燒想吃楊枝甘露，他竟在糖水鋪關門前半小時，用蹩腳的普通話向內地遊客借來會員卡打折。當我含着冰涼的芒果粒時，他得意地晃着手裏的八達通，醒目仔要識得把西柚肉當籌碼，同生活談判啊！8號風球那晚，老豆背着放學被困的我穿過旺角，他的舊皮鞋在積水裏踩出咕嚕聲，後背透着茶餐廳廚房的溫度。路過陳記燒臘時，他突然轉身把雨衣全裹在我身上。記住我仔，香港人似燒鵝。話音未落，招牌霓虹燈在狂風中明滅，我看見雨水順着他眼角的皺紋流成第2道維多利亞港。上個月在山頂凌霄閣，我指着腳下的萬家燈火說，老豆你看，香港像個巨型菠蘿包。他掏出懷裏焐熱的維他奶塞給我，錯。這是全港最貴的叉燒飯，我們這些蔥花雖然細碎，但冇咗就冇味道啦。夜色裏，他的白襯衫被霓虹燈染成流動的調色盤，我忽然明白，原來父愛可以是茶餐廳卡座裏的經濟課，是叮叮車票根上的歷史課，是8號風球裏的哲學課。如今每當走過廟街的燈籠攤，總想起老豆教我用計算器砍價的模樣。這個把生活過成港式漫畫的男人，用叉燒般的赤誠，奶茶般的醇厚，在擠迫的都市縫隙裏，為我種出一片永不褪色的霓虹花園。原來最動人的情書，就藏在他數十年如一日別在以後的原子筆，在茶記伙記那句照舊，在雪櫃裏永遠冰着的半瓶藍莓啤酒裏。